後邊好多人啦，其實。我會堅決揭穿一個最深的秘密，誰突然讓誰認清心中某道裂痕，還是沒氣力成就最真的眼神，一起哭也會冷。我知我想你了解一切也許都算笨，誰突然地誰認真相和匆匆接近，還是你找到語言去形容缺陷，只要能回答。期望接近嗎？可以嗎？可以嗎？以為很近，可惜你是個人，可惜我是個鬼嗎？仍在努力嗎？相信他，相信他，我們很近，頃刻你是夢想，頃刻你沒法一吻，此刻有能力愛的都愛嗎？你可會給我至少一次最初的信任？如突然面前極致醜惡都不存神，然後撥開了界限，美麗才深入，只要能會嗎？期望接近嗎？可以嗎？可以嗎？以為很近，可惜你是個人，可惜我是個怪物，仍在努力嗎？相信他，相信他，我們很近，頃刻你是夢想，頃刻你沒法一吻，此刻有能力愛的都愛嗎？假使你是個人，假使你是個鬼物，接受嗎？答應他，打敗他，我們很近，頃刻也如像山，頃刻也如像一晚。有詞嗎？不理他，不理